你有冇試過想賺多啲嘅金錢，令到自己同埋家人嘅生活過得好啲？但係偏偏你點樣努力，即使一日做2份工，你都只係夠應付基本嘅生活開支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呢個唔係你嘅賺錢能力嘅問題，而係你嘅思維裏邊對金錢有一啲匱乏感，或者係錯誤嘅觀念，潛意識裏邊有一啲對金錢嘅障礙，而令到你冇辦法順利吸引金錢。而呢啲錯誤嘅思維或者係潛意識障礙，你係必須要斷捨離。大家好，我係 Anita，歡迎嚟到宇宙愛神 Channel。點解 Channel 叫做愛神呢？因為我哋要學習愛自己，愛我哋嘅生活，咁我哋先有足夠嘅愛同埋光，用生命去影響生命。我係一個吸引力法則導師，亦都係臼井靈氣大師。我學習咗吸引力法則已經4年，我研究吸引力法則點樣可以幫助我哋人生變得更加好。過去2年，我幫助咗超過300位人士做諮詢，揾出佢哋嘅潛意識障礙。喺呢300幾個人生故事裏邊，我睇到有好多人咧都好容易吸到金錢嘅，但係有更多嘅人咧，佢哋係千辛萬苦先可以吸引到佢哋基本嘅生活費。所以今日我同大家分享3個阻礙我哋吸引金錢嘅潛意識障礙，幫助你哋突破限制，實現你哋嘅財富夢想。咁你可能會問，乜嘢係金錢嘅潛意識障礙呢？嗱，等我問你3個問題。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冇人脈、冇學歷、條件一般，根本冇可能吸引到巨大金錢嘅？第二，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揾錢係要好辛苦先可以揾到返嚟嘅？第三，你會唔會覺得揾到錢之後，可能會有好多人問你借錢，或者係你要交好重嘅稅，會帶俾你呢一啲煩惱呢？如果你有其中一個諗法，已經代表你係有金錢嘅潛意識障礙。我哋必須移除呢啲障礙，先可以順利吸引到金錢。咁可能你哋又會喺度諗，究竟點樣先可以做到呢？咁其實方法非常簡單，我今日揀咗3個非常容易嘅方法，每一日只需要做5至6分鐘，就可以幫你慢慢改變你嘅思維，然後你會發覺你嘅人生裏邊比較容易吸引金錢啦。第一個練習係每朝起身嚟對住塊鏡，深呼吸3次。然後你望住自己雙眼，因為當你望住雙眼嘅時候，就係你同自己嘅潛意識溝通緊。你用正面同埋堅定嘅語氣同佢講，你已經準備好接受巨大嘅財富，你值得擁有豐盛嘅人生。重複講3次，講嘅時候用心去感受一下呢啲字嘅正面能量，因為呢個練習係可以幫你建立翻你對金錢嘅信心同埋正面嘅信念。第二個練習係每一晚臨瞓之前，我哋想象一下，我哋已經財富自由，過緊好豐盛嘅生活。你係做緊啲咩嘅呢？係咪喺架私人飛機裏邊同你啲朋友一齊去度假呢？我哋要用心去感受一下嗰種快樂同埋滿足感，將自己帶去一個豐盛嘅狀態。呢個練習係幫助我哋提升能量，提升咗能量之後，你就會更加容易吸引金錢。第3個練習就係感恩啦。我哋每一日都可以帶住我哋嘅電話或者筆記簿，記低3件值得感恩嘅事。例如今日天氣好好，令到你心情都好好，咁我哋可以去感恩，或者你同事嘅一句關心都係可以去感恩，因為感恩係能量提升嘅最好嘅辦法。當你能量提升咗，你嘅吸引金錢嘅能力亦都同樣會提升。呢3個方法係咪好簡單？或者你都已經聽過？但係你有冇真係為自己嘅人生改變而持之以恆，咁樣去每一日用5分鐘去做呢一個練習呢？我見到好多成功嘅個案，佢哋都係由好細微嘅改變開始，而我哋係不斷努力、不斷持之以恆咁樣去做。佢哋做到，我做到，你哋都一定做到嘅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一啲啲嘅幫助嘅，請按讚支持一下。另外，如果你有問題或者你想同我分享你哋嘅故事嘅，請喺下低留言俾我。未訂閱嘅請訂閱，按小鈴鐺，我哋有新片就會通知你。期待下一次同你哋見面，拜拜。